Just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卓玛。本期的新闻要点有：达赖喇嘛尊者前往德里出席首届全球佛教峰会；司政边巴次仁向各国记者介绍西藏历史及印藏关系；西藏人民议会发表声明回应与达赖喇嘛尊者相关的视频。澳大利亚议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代表团访问达兰萨拉。美国国会参议院工作人员访问西藏人民议会。驻日本代表呼吁七国集团领导人谴责中共在西藏的侵权行为。驻台湾办事处协调开展系列宗教活动。藏人和支持者庆祝瑞士瑞空周末藏语学校成立40周年。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本周三4月19号清晨从达兰萨拉启程，经长莫机场前往印度首都新德里，出席4月20号至21号在新德里举行的首届全球佛教峰会。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与世界著名佛教学者罗伯特·瑟麦教授和越南佛教僧协会副会长释智光在内的发言人分别在峰会上发言。达赖喇嘛尊者在今天的峰会上发表讲话时指出，兄弟的都是强，俺的三十来年，俺兄弟的上了修当的个，的修这个老了呀，判断用的呀，他的民族乐心的，加上个老强国呀啥的，军人的，所开源药学的，老强国他呢，人家用下去，到场面呢，回到那是需要人。俺这里的三级委全国了呀，这里的我说朝鲜都是人，的没去路上么了没，看到没了判断要的，是他要的，因为生被先叫送这个他呢，俺呢这看社保的加起来许许都相当样的派去南北去给。开学时候是派去查的下，当我那什么了，等这个到去水去，我说到我那时候到告诉了不给，这个方面呢嘛有的被去水查的要的，到底人当间是因为是我现在他呢，可是偷偷给这个两人前的休息这个呢，俺这个任务的地方呢，到去路没有要的。俺去路咱们这要的，这个第一名额里呀，我呢这个到上级委去2年前的这个第一，我呢这个卡有哪有个这个中间是各路同样都好上不是凶呢，得代表相对主的，代表个人所要的，上帝什么老广播些，呢，回答那说。本次会议聚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知名学者、僧伽领袖和僧尼代表，着重讨论了当前全球各国的紧迫问题，其中包括和平、环境可持续性、健康、保护那兰陀佛教传承，以及在印度朝圣及佛祖舍利作为印度与南方、东南和东方国家文化联系基础的意义。此次峰会由印度文化部下属的国际佛教联合会主办，该组织是一个为全球各国的佛教徒提供平台的散式组织。此外，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于上周四4月14号出席了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的南亚外国记者俱乐部举行的会议，并就印度、中国和西藏为题发表了演讲。
司政在发表讲话时驳斥了中共自称发现佛教的歪曲和虚假叙述，并向与会者介绍了印度和西藏之间的历史关系，以及藏文和藏传佛教在公元8世纪从印度传入西藏等历史事实。在谈到西藏的现状时，司政指出，鉴于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政府通过声明和政策谴责中共对西藏的占领，他对恢复藏中和谈充满希望。会议期间，与会媒体问及司政涉及达赖喇嘛尊者与一个印度男孩互动的视频片段的观点时，司政在澄清事实的同时，强调这段视频被误读了，是中国政府量身定做的。司政表示 However, the recent incident involving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and the young boy, in full public view, it didn't happen in some corner or some room or some, undescriptive place. And this was perceived and interpreted differently. I don't blame them. People might have their opinion. They saw it that way because the clip was tailored for that. The clip was tailored for that. 另外，第17届西藏人民议会于上周五4月14号发表声明，回应国际媒体和个别人士虚假指控和诽谤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西藏人民议会在声明中对达赖喇嘛尊者今年2月的一次公开活动中的一个事件被媒体和个别人士曲解表示遗憾和难过，并强调达赖喇嘛尊者显然是在做自己一贯的洗戏方式。声明还提到，藏人行政中央，特别是达赖喇嘛尊者，一直是中国政府不断诋毁的对象，并呼吁人们全方位了解及关注这一事件的始末。与此同时，由澳大利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4名成员组成的代表团，于本周一4月17号抵达印北达兰萨拉，展开为期4天的访问。来访代表团由澳洲议会众议院副议长沙龙·克莱登率领，成员包括参议员珍妮特·赖斯、议员索菲·斯凯普斯和议员苏珊·丹普尔麦，以及澳大利亚西藏委员会的执行官佐伊·贝德福德。藏人行政中央驻澳洲代表伽马森格协调上述代表团参访活动。本周二，达赖喇嘛尊者在达兰萨拉的勤宫接见了代表团成员。尊者在接见上述代表团成员时，强调了西藏的文化和宗教所倡导的价值观与当今世界的关联，同时呼吁上述议员为促进这些价值观而做出贡献，尤其是对澳大利亚的年轻一代传播上述价值观。在结束与尊者的会谈后，代表团访问了藏人行政中央总部，并在嘎夏秘书处会见了司政边巴次仁。双方就西藏境内的现状、藏人行政中央通过中间道路政策解决藏中冲突方面的坚定立场，以及维护流亡藏人福利等广泛议题进行了讨论。随后，来访代表团成员参观了西藏人民议会秘书处，并会见了议长堪波索南丹培和副议长卓玛次仁。本周三4月19号，代表团召开新闻发布会，向达兰萨拉的印藏媒体发表讲话，表达了他们对西藏人民的支持，以及在保护西藏独特文化遗产方面的努力。另外，第17届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堪波索南丹培和副议长卓玛次仁于上周三4月19号在议长办公室会见了来访的美国国会参议院的工作人员。此次来访的参议院工作人员包括参议员本卡丁的高级外交政策顾问汤姆·梅利亚、参议员米特·罗姆尼的国家安全顾问梅根·雷斯和参议员乔尼·恩斯特的外交政策助理亚当·科姆洛斯基。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新任主席丹曲加措陪同代表团访问了议会。在与美国国会参议院工作人员会谈期间，副议长向他们介绍了流亡藏人社区的民主演变和西藏人民议会的工作运转情况。副议长还感谢美国国会通过了多项与西藏有关的法案，以及拟议的促进解决藏中冲突法案方面的异议，
并呼吁他们支持该法案的通过。此外，由于七国集团领导人的会议即将于下月在日本广岛市举行，西藏、维吾尔、南蒙古和香港的代表于本周三4月19号在日本国会下议院组织了一次新闻发布会。据主持人古川富美介绍，与会各方代表通过新闻发布会提请七国集团领导人关切正在急速恶化的西藏、维吾尔、南蒙古和香港的人权状况。日本议会监督中国人权侵犯行为的核心小组秘书长三菱博美议员和日本议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秘书长石川秋正议员出席了新闻发布会。藏人行政中央驻日本代表次汪加布阿若亚博士向日本新闻界介绍了当前西藏境内的紧张局势，以及中国政府如何在习近平的民族复兴和一个中国政策的口号下，试图摧毁被占领下的西藏、维吾尔和南蒙古的文化、宗教和身份认同。他敦促七国集团领导人发表强烈声明，谴责中共在被占领地区持续侵犯人权和宗教自由的行为。当天，上述代表们还发表了一份呼吁国际社会阻止中共侵犯人权、压制各地区宗教和语言权利，以及使用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的联合声明，并提交给了日本自民党议员三菱裕色，呼吁他转呈给七国集团的领导人。另外，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于今年3月至4月期间，在台湾各地协调了一系列的宗教活动。3月29号，第41任萨迦法王赤谦仁波切和第42任萨迦法王大宝金刚仁波切抵达台湾，并在台湾藏传佛教团体和驻台湾办事处的共同协调下，展开了为期1个月的宗教活动。当时正在台湾进行访问的藏人行政中央外交部长诺增卓玛和秘书长噶玛曲英，于4月1号在驻台代表格桑坚参的陪同下觐见了2位法王，并出席了台湾各界为2位萨迦法王举办的欢迎晚宴。4月3号，第41任萨迦法王赤谦仁波切向在台藏人和台湾信众传授了观音灌顶。驻台湾办事处和在台藏人福利协会分别向法王供奉了曼扎三宝。同样，在今年1月，藏传佛教觉南派法王加查仁波切访问台湾，并在台湾各地展开了为期1个月的弘法行程。4月，藏传佛教格鲁派色拉寺前主持第5世果硕仁波切和南印度色拉杰寺主持扎西次达访问台湾，展开弘法活动。驻台湾办事处和台湾各藏传佛教中心共同协调了相关的弘法活动及行程。请继续关注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流亡瑞士的藏人和支持者于上周六4月15号隆重庆祝了瑞空周末藏语学校成立40周年庆典。瑞士瑞空藏人社区的成员在庆典活动上向达赖喇嘛尊者和老一辈藏人致敬，感谢他们在极度艰难的情况下为保存和保护西藏的语言和文化特性所做的不懈努力。瑞士苏黎世州副总督兼安全部长马里奥·菲尔和藏人行政中央驻日内瓦代表赤列曲吉出席了当天的庆祝活动。代表赤列曲吉在致辞时感谢所有长期以来为瑞空周末藏语学校提供帮助的藏人和支持者。瑞空周末藏语学校是有史以来第一所向瑞士的藏人儿童提供西藏文化和语言教育的周末学校。观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